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嘅頻道。今日係2025年11月5號星期三。以下咧就由我小窮仔同大家睇下呢則新聞啦。呢一則新聞嘅資料來自咧呢一個 RTHK 嘅11月4號嘅。咁我哋咧就睇下呢一個嘅標題先啦。政府情緒通增4功能，包括 WhatsApp 同埋12種語言支援。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個情緒通有冇認識呢？咁我哋睇下咧呢個內容先啦。政府咧就推出24小時嘅情緒通支援熱線，即日起咧新增咗4項嘅功能，包括咧提供呢個 WhatsApp 服務啦、12種嘅語言支援同埋預約通話服務。市民咧亦都可以額外自選服務，包括透過語音導航獲取壓力管理技巧指導等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，情緒通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，共收到22萬個電話嘅諮詢，即係平均每日都有330個諮詢。當中咧有一啲嘅個案都有急切嘅需要㗎，而包括咧約528個要轉介到其他服務嘅機構，有23個需要緊急支援，例如一啲警方嘅協助。咁佢就話數字咧亦都反映咗社會對熱線服務嘅需求，亦都確實能夠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必須繼續精益求精。咁盧寵茂咧亦都講，新增嘅 WhatsApp 服務更便利年青人同埋言語有障礙嘅人士。至於語言方面，除咗原有嘅呢一個粵語啦、普通話同埋英語，當局亦都考慮到本地亦都好多一啲嘅少數族裔嘅人士，亦都面對住情緒嘅問題，所以咧都額外增加9種嘅少數族裔語言，例如尼泊爾、印尼話等，希望能夠照顧到咧本地嘅少數族裔。唔知道大家對呢一個嘅情緒通呢一項嘅服務有咩睇法呢？我相信咧都能夠幫助唔少有情緒困擾嘅人啦。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。